今屆嘅影片基本上可以話係全部都旗鼓相當啊，每一部都有自己嘅特色。點樣喺短嘅視頻裏邊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好完整嘅故事咧？其實咧，佢哋已經掌握得好好噶啦。想拍一嚿嘢嚟練翻自己嘅拍嘢啊方面嘅嘢，但係攞埋獎就更加俾到自己個信心繼續行落去咯。其實影像其實可以幫到嗰個音樂去第二個層次，相輔相成啦。同埋喺呢個年代係，我覺得好緊要噶啦。嚟做演員同埋做歌手一個好唔同嘅嘢，咁我覺得我學咗好多新嘅方法表達到自己咯。都好感激佢哋提供嘅意見同埋專業協助咯，令到我哋不違反自己創意底下咧，可以再擴展我哋嘅水準啦、水平啦。由零開始到最尾，所有嘢都參與晒，咁變咗就對成個電影製作嗰個流程清楚同深刻咗好多嘅。文字呢，就係你想像嘅空間啦，音樂可能嗰件事係飄啲嘅，但係當有埋影像嘅時候，成件事就好實的地展示出嚟。自己會去支持一啲新嘅人去做音樂啦，咁所以一路都覺得呢個 program 咧真係好幫到一啲新音樂人啦，同埋亦都啲新進嘅導演咧可以有一個發揮嘅空間，咁希望呢個活動可以繼續做落去。請支持微電影微電影創家作支援計劃支援計劃音樂篇。